观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今日我哋从这个沙溪地杯，我看到墙面彩绘，墙面彩绘，也唔单止可以把我哋嘅老沙溪因为我哋嘅墙面被把它规章以后，变成有一啲新嘅法律，同时啊可以因为我哋嘅艺术家创作，把我哋嘅艺术嘅文化带入我哋嘅沙溪地杯。我哋今日有请到呢，係我哋屏東嘅販賣嘅藝術家，我哋嘅陳志祥嚟到現場，以利用伊這個用我哋嘅噴漆，也為伊嘅創作嘅方法，把我哋嘅沙溪嘅上面畫出一道一道嘅幾道幾長嘅一啲創作。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藝術家志祥嚟到現場。志祥好，主持人啊，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灣蠻，屏東灣蠻嘅陳志祥，好。之前今日來到我哋現場地方，我咪看到帶來幾道這個作品嘛，但是其實我哋認識人嘅話嘛，係真係對人家嘅作品，來認識人家人呢。但是我哋從我每一個問題就講，像一種藝術一種天賦啊，佢當然是講，有天賦，那真係可以做藝術家啦。你這個以前本大陸係算是美工科系啊，冇得講藝術科系之類畢業未？我以前念高中係念嘅廣告設計科，以前有學嘅攝影，以前都對攝影都很有興趣，又想要做攝影師，不過做嘅幾年都發現講，攝影師工作時間太長，又冇辦法做我想做嘅彩繪工作啊，嗰時候都常常都乾脆都放棄攝影，轉美工。美工都正常上下班人係都是，就有多的時間運用，都可以去畫圖，慢慢的去接 case 啊，可以做店面彩繪，叫的都嚟做的嘛真順利啦，真順利我哋都放棄美工，去轉做正職，彩繪做正職。嗰時等於講，一開始還是算是一啲我哋藝術專業嘅一啲培養嘅學校出來嘛，然後算是做廣告設計，咁後來都想要做攝影師，但是因為攝影師用嘅嚟講，算是一種協商嘅一啲工作，但是以這個對創作來說的話，其實可能模都相同啦，後來可以做美工，然後這邊睇牆面設計，然後尋到自己要想要做的事情。咁等於嚟講，其實喺過程裏邊，我發現到講，你自己本身的嗰種創作力係夠強嘅。因為其實像攝影嘛係一種構圖啦，嘛係可以帶到我喺創作方面嘅嘅方向。唔講構圖啦，可以做得真好。但是這麼後來還是感覺到講夠好做用啊，你講彩繪啊部分的喏。因為本身都國小都挺好畫圖啦，因為你高中的時間都學安尼攝影，就發現攝影嘛係嗰種可以去進行安尼工作，唔過做嘅都佇那邊五個抉擇嘛，五個抉擇題內，慢慢的發現，彩繪嘛係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們說偷偷啊，之前有講到講，其實樣嘛係一種構圖，彩繪嘛係一種構圖。可是彩繪在畫嘅過程裏邊，其實是唔係幾淺呢？有啲你其實可以學嗰種畫嘅過程，其實畫圖用去構圖係一件事情，但是佢畫嘅過程裏邊，其實對伊來講，以最大樂趣，都借由你這個真係用屬於畫嘅時間，嗰種嘅感覺，其實那對於來講，其實係咪最大嘅一種樂趣嘅所在？對於來講係咪咁樣？你講其實，因為樣嘅話，真係都構圖啊，都樣一下都冇嘅。但是畫圖嘅話，畫圖都享受嘅過程，一層一層，用嘅色，對牆面可能都素的，慢慢的有顏色堆疊上去，隔壁看到嘅人嘛有，我來關心，係啊，因為有啲人講，其實如同樣的構圖啊，你這麼用，唔係用嗰種，有啲人甚至講電子繪圖。這麼話按執着睇用嗰種真正用筆畫嘅東西，有啲人講，嗰種感覺心情嘅感覺係完全冇同樣嘅。
但而你好，你过去譬如讲，你係用噴漆嚟做變成人嘅創作嘅來源。好，那你看到華人觀眾朋友睇講一下講，噴漆同一般嘅油漆去畫圖，差別喺哪？噴漆主要係用顏料嘅話，吼，用顏料去調色。好，你調色嘅話，一下色筆，一下又要熱水，又要清水，又要色，吼，又要調色，然後過程我講到真麻煩。唔噴漆嘅話，我等伊個顏色提嘅嘛，好，就是你天板嘅顏色，你天板啦，我等搭配，好 A 加 B 啊，用種顏色搭配出用嘅方式，吼，安尼你可以你先出腳啦，係你唔是調色，拿嚟噴安尼。你油抹個色，我你噴抹個色，吼，唔是講味道要準備，要抹個色要調出來。因為有漸層色可以用嘛。哦，但是問題係，也都變成講，那個變成那個角落地講，體現你用乜色，好，唔能嗰種講一般的伊唔俾人色，安尼等於你講也規個作品都快啲啊。其實我哋畫個時間你要先想好，好，因為顏色我哋你先準備好，好，黃色漸層啊，紅色漸層啊，你準備好，好，安尼去運用嘅話，你唔會麻煩。咁我想問一下講，比如講噴漆嘅部分嘅話，伊這個可以調色。噴漆可以堆疊啦，可以堆疊，顏色差唔多，就是7、8堆疊嘅那顏色。嗰種本身伊這個用調色的伊個功能冇辦法調。冇辦法調。但是你伊個淡色，像可以堆疊，顏色然後深色去貼嘅那個淺色哈，可以稍微有一點變化。稍微而已啦。可是等於你講，你這個係用噴漆來畫圖嘅時間，變成以這個嘅直觀性、直覺性其實夠強。尤其係用色嘅部分嘅時間。其實你可以省嗰度時間啦，你調色同色筆嘅時間，我哋拿嚟你直接噴都可以嘅。但是等於你講唔愛睇開始嘅時間，腦筋底部把個圖像。如果先想清楚，先想好，而且平常時如果練習，希望有時因為我哋用固定一個牌子，我哋都差唔多都第一個顏色，好，我哋用來搭配，我哋其實都有啲 SOP 嘅啦，請教都可以搭配出來。請教係啦，嗰種真係用我都好嘅時間，用噴漆嘅方法畫圖真係夠強。每天啊，有啲人擅長，有啲人擅長，係啊，我擅長如噴漆畫啦，噴出來的質感如比較霧化，因為霧化比較美感比較好一點。咁一般來講嘅話，因為噴漆嘛，一天話要用一種壓式去把嗰度顏料去噴出來。咁從人哋東西更加發展到更加來講嘅話，有冇起頭要通冇？起頭其實像台灣的噴頭，你像兩三種變化，主要我哋噴出來，伊個噴頭氣要順，噴出來才不會點狀，而噴出來會讓你微微霧的會比較漂亮。咁以前我看過譬如講過去嗰度外國的人咧，嗰種佢噴漆嘅時候，伊都會戴防毒面具，嗰種伊個防止係講霧化的油漆係咪？係，就是以防止伊個味道啦，因為我哋噴嘅是味道清重，其實因為我哋按全體畫嘛，而且對你嘅身體其實嘛會是把影響，嗰種我哋戴防毒面具啊，可以。對這個保護這個皮膚啦。咁從這個喺度專業我哋嘅採訪以後，差唔多從事嘅工作從事幾多年？從接觸到現在19年，我20年咧。係，咁以前是喺哪工？體育喺哪接啊？安尼冇你講喺哪工作？以前係台北噴，後來幾來南部，有高雄啊、屏東安尼走，有資源啊、福島啦，加油站啊，安尼地方來噴。從唔同喺台北噴，喺台北噴嘅時間，其實係大部分很用嘅一種嘅單位，冇你講用嘅一種場所，我搶嚟去做安尼嚟噴漆嘅彩繪。通常安尼
像我本来的作品的吼，一般如店家买赏夫的啦，酒吧啦，我想要安尼颜色够缤纷的地方，让我想嘿。以前呢，如安尼东西就比较偏美式，美式风格就是比较乱的这样子，很街头。对，归街头风，街头风，酒吧跟卖衣服的，人可以接受安尼东西，更加无共用的，更加引进的喷漆品牌啦，嘛个越来越多的，接触的人嘛越来越多，嗰个发展更加比较走出台湾自己的味道。因为因为人家讲咯，喷漆彩绘，应该就是讲以前的嗰种废弃的房子里面，街头啦，嗰种因为喷安的吼，无如讲抗议啦，无忙个现场，但是就相同都之前来讲，我们说，但是有的位酒吧底部，一路采取一种街头风格的，哈，一路有安尼出现，但是真正也经验人从容会提过到位无同样的一个感种的上面，好可以看到，好，譬如讲，其实我第一摆看到之前的一个作品，都真的都特别慢。好，慢慢的去迄个主角界里边，伊个去睇伊个微相吼。我有摆就讲，侬安讲咯。你咪同我哋广东朋友讲一下讲，佢当初嘅微相係很用嘅一種經驗，唔可以提嘅畫圖咯。一開始係啲老師來請我，想喺講我奈如去畫啦，用嘅作品用目標嘅提慢慢安尼，如果我去請地方，以去想辦法搶一啲錢來幫我創作安尼。嗰時如果睇嘅上頭，嗰時我哋先嚟嘅啲老年嘅地方畫一啲萬巒我來了安尼客家花布。可是我講你這個去講啊，人慢慢的話，其實主角嘅係一睇的都可以看到也會貴重嘅一個我哋講噴漆的一個上面吼。首先下我哋香港人我同講，一上面地位多嚟係畫畫東西，同時以當初很用嘅開始去設計也會上面咧。首先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到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灣灣嘅陳志祥，同人講以很樣嘅行業，我哋咧噴漆彩繪嘅工作嘅。那所以喺節目地方，你可以講到講，你睇嘅我哋灣灣嘅主角嘅，如你去主角嘅時間，可能萬巒我來了嘛，當初嘛喺啲線上去收緊人去前面啲上面來畫嘛，佢當初有啲上面嘛啲嘛，其實係因為我哋灣灣最鬧熱的一個主角嘅一個地方，停車場，係停車場嘅地方。你幾時時去設計下上面嘅時間，而係用嘅方法，用嘅去想法去設計下嘅上面嘅。一開始嘅想法真簡單，因以來本人感覺到，因以來多灣滿，一個客家村莊嘛，嗰個地圖用客家花布最直接嘛，嗰個我畫客家花布為底色，底背標藏了5個字，萬巒我來了，如果按嚟看可能看唔出來，如果唔去想去來，如果看得到萬巒我來了。就算你來灣買的路口啦，係啊。嗰時其實都希望講，來灣買的時間看到也想體驗到地講，也係啲客家村莊，因為看到這個講呢個喜氣啦，尤其喺個春節的時候看到時，都講啦，過鬧熱啦，過喜氣，聽嘢都講，一啲細細嘅一啲設計嘅地方，如果你翕相嘅時間，都翕得出，萬巒我來了。那其實畫起以後，睇下你的反應用。一開始我對個歌嘅時候，我看到遊客喺翕相，我們就打卡點。我感覺既然有人翕相我有人上網去搜尋IG 啦、臉書去搜尋，結果搜尋萬巒嘅時間出現真多人家翕相去個打卡，無形中
好变成一个完满的一个欢迎墙啊嘞，意向墙啊嘞。个从啊那个上面啊，个当天的人，因为你这个都当天人嘛，啊当天的人这个反应，这个有成功无？我感觉可以为这个家乡安尼做一件事情哦，又可以渲染出去，感觉有安尼有意思啦，真有意思。因为我记得嗰种可以看到一啲幼稚园上面的嗰种树屋，係咪？新南村的。係新南村的嘅樹屋嘛，係人家創作嘅。係。佢當初係用嘅去接到有嘅工作啊。哦，當初嘅屋主伊個蘿蔔翻新，翻新係外面都係水泥牆嘛，水泥牆有想講安尼我本人油漆乾脆都牆面來畫圖係，都透過朋友安尼介紹來嘅。佢當初看到伊啲安尼按個嘅相，伊按下拍，咁唔知佢當初係用嘅去把伊設計成變成一種樹屋用嘅一種牆面嘅設計。它也有啲小窗戶，有啲閣樓有啲小窗戶，伊隔壁路叢林樣嘅，有花草樹木啊，吼，我看到感覺迄安尼搭配吼，變成一個樹屋安尼，我感覺都安尼應該對周邊環境嘛，真適合。會融入啦，會融入。咁當初提出有個想法嘅時節，給屋主伊有個想法係乜嘅？你本來自由發揮啦，我都請問伊講。你有沒有機會嘛？個唔可以畫嘅吼，還是你有想畫嘅東西？如果冇，你本自由發揮安尼。完成以後屋主嘅想法嘛？完成都真好啊，周邊嘅鄰居嘛，感覺嘛真好看安尼。因為其實一幾年，我哋喺沙溪地區，我哋沙溪地區都我嗰度用彩繪嘅方法，好，但是你看，因為其實做起嘅社區彩繪，沙溪嘅彩繪哦，我有啲個大問題，你講，伊哋都畫嗰種畫卡通人物，譬如說畫個哆啦 A 夢啦，甚至有我畫魯夫啦，去上映一段時間，譬如等你會打卡。但是打卡係得係，你都做佢哋，我都冇留喺啲沙溪地方。但是你講你這個也，我哋講嘅有兩個作品地方，其實你有用嘅當天嘅元素，譬如講客家花布啦，好多聽你講融合嘅時節，也賦權嘅一種地貌。好，你這個用我去看講，譬如講我哋而家嘅沙溪地方嗰度嘅採訪嘅時節，有乜個東西要注意嘅？注意嘅，有可能像講嘅卡通人物，有可能有版權嘅問題。嗰時候更加卡通人物都幾少年嚟畫嘅。你慢慢嚟朝向可以單人一類嘅安尼，可以打卡啦，還是有乜個主題風格。可是單人一類一件事情都冇簡單呢。係真係真冇簡單，因為我有周邊嘅規劃，還有主題嘅設計。像彩虹藝術村啊，有啲人物啦，如安尼，會吸引人過去啦。佢安尼意思都係咪講？佢從這個我去做一啲，譬如講，這個有一點嘅搶去馬沙溪去做採訪嘅時間，第一件事情係咪都要先了解個沙溪嘅歷史，無論是也會特色。第一都要了解沙溪有乜個文化特色，還是唔愛從零到有。重新設計的主題，如看你的社區的需求。佢從安尼從零到有的話，這對你來講嘅話，差唔多要花1久嘅時間去做一件事情。也如果看冇一定嘅，係有靈感嘅話都真夾啦。譬如講我哋講嘅慢慢嘅溫暖我來了，佢差唔多8個久啊。所以對上好多完成，上好多完成差唔多3個月。3個月？其實嘛幾久呢？我差唔多2禮拜。設計差唔多嘛係2禮拜，中間嘛有一些溝通啦，因為唔可以呈上去，你嘅風格唔可以貼。去強烈，唔可以嘅街頭，街頭嘅東西，去改條啊啲東西，一定要符合當地嘅風情嘛。嗰個安尼過程一來一往就會花時間。咁問題係睇下高，睇交通嘅過程地方，有我比方講我唔會做嘅啦，但上個東西我做唔出，有安尼時間。安尼時間是冇啦，因為我會去克服伊
如人上个画个东西，可能系无按拿手，毋过嘛嘛还要接下来做。如尽量嘛系对这个挑战啊。因为我按能问吼，我常同我讲，其实有时间嘛唔系讲啊，等咧太现实吼，有乜个对有乜个瞬间啊，因为对艺术的东西。伊的看到艺术同健康的艺术的展现的方式，都真的冇重要。以前我哋都讲，各早期看到如果的这种国画啦、工笔画啦，哈，各真实的各是对人来讲，这种艺术它表现的形式都系按嚟呈现。但是有时阵我哋讲错，比如讲我哋用嘅方法，好画出用嘅图，一定来讲一下嘅，唔系讲真正完全反对。有啲嘢真係一下根本唔掂，一下唔掂用嚟接出嚟。冇嗰個一定，你講出來嘅東西，一定冇辦法想象出來。好，嗰時有啲人講按係好下，可是有啲人都講，嗰種你反對嘅。如像係嘅客家畫布牆都按嚟，因為係大紅色嘛。對。有啲人講哦，那邊按係紅色，嗰種唔好啊。對我哋講係有效果。人會去想會去想，有人去想，如有無形的推廣嘛，可是我那個提溝通以後，一定他有路可以了解講，這真係路，大部分都成品出來，都反應都真好啦，因為以光前8個時間用想象的，會有落差，會有落差。可是最尾出來嘅時間，他們也講哦，真的會講哦。出來嘅時間都可以接觸啊。最主要的是嗰種嘢打卡啦。主要咧，可以推廣翻來嘛。因為是可能我哋嘅書屋嘛，係因為嗰種嘢睇嘅網絡上，有人問我，這個書屋在哪裡啊？講嚇，對，在內埔咧，講嚇。哦，嗰時我諗點解咪係拼音同我講，我諗啲講哦，人我睇下人內埔，你有按你啲作品嚟。咁我想敲門一下講，譬如講像按你嘅噴漆嘅彩繪嘛，而係要保養，我幾塊保養。保養啊，主要如係等畫好嘅時間，會做2-3層嘅保護漆。如南部嘅日頭都真可怕哦。嗰時候都盡量喺外層。都多上幾層保護漆，可以對抗烈日TCLB 撐過最完美的4年5年咧。咁能發，如果最完美的4年5年，咁4年5年以後，係用講係全部塗係重新畫過，還是講亦可以再補上去咯？如果看你嘅需求係乜嘅，如果你維持原圖，係用修補嘅。如果你想要再煥然一新，等於重新設計。可是問題你用補的地方，會變成講 Q 色同新色會有嗰種，我有一個 Q 色會有嗰啲 QQ 溜溜嗰種感覺。豆色會有啦，因為顏色都有啲時間可是都泛黃，譬如講拍色的都變黃色的嘛，白色部分都要重畫呢。可是話你話你這個個建議係用個方法，全部重新。係我維持原圖啊，建議都係，幾乎也是重畫啦，但是就是原圖安尼上去安尼，盡量用修補，可以修的就修。從這個創作研究嘅過程裡邊呀，你有印象講嗰種最快去畫圖嘅地方喎，譬如最難施工嘅地方。最難施工對我來講，有鷹架路。都很難，因為我有懼高症。好，咁就頭幾個人講話嘅書，佢3樓呢？而家有4層鷹架，兩樓高度啦，還有4、5層鷹架。嗰時唔8上意思？係8上鷹，我都腳底發麻。佢幾時人用？你都只能專注啦，可能都公安設備做好是有腰扣啦，打不地打上去，都可以有安全設備，都做好安尼。好，嗰種其實畫對嚟講，畫圖唔係佢從佢難嘅事情，所以白嘅膠咧，克服這個心魔啊，都係白膠對嚟講難嘅，冇辦法。可是其實我哋噴漆嘅彩筆，聽我哋沙器地位，唔單止可以把我哋沙器變得一種同時嘛，俾我哋藝術家有一啲可以表現自家嘅地方。休息一下，我哋喺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
欢迎过来福起来的上档节目，我是来自屏东万满的艺术家之前来到现场同我哋分享伊哋做我哋咧上面晒飞伊嘅过程。睇見我哋現場地方，好嘛？看到今日我哋之前帶嗰度嘅作品，我哋一一來收緊。因為頭先我哋有講到講，其實一般來講做我哋個體型咧，上面咧伊啲彩飛，但係今日我哋看到係亮嘅，個細型咧。係咪同你講朋友收緊？佢講，一係樣講，你最近嘅作品啊，還是講你未來會想要發展一種一種作品嘅形式咯？因為而家疫情的關係咯，冇以前係無限啦。嗰時候你都有時間放慢腳步去想未來想做乜嘅事情。嗰時候我都想，從大牆面換到小畫布。你嘛可以囤你嘅作品留下來。留本身嘅內容好，辦展覽嘛好，你可以用運用。一定如果因為喺算係疫情期間，你自家去比如自家嘅創作無停頓嘅一啲工作啦，變成咯以前係畫一啲上行，但係今日畫係一啲細型嘅畫布地步，但是還是用噴漆嘅方法。嘛係用噴漆。中文還是想要用噴漆嘅方法，因為係一啲細上面嘅樣，可以慢慢地畫啊。因為也都像一啲技巧啦，因為有啲人都水彩啦、油畫。如用嘅畫材如係安尼嘛，不過我嘅畫材如係噴漆嘛，我想要延續噴漆的風格，只是走在畫布上面。對，但是你沒有看到亞種，我會發現那個老師你在搞你喎，因為你講畫上面我相信可能太容易，我學到講可以畫上面可能冇咁簡單，但是我哋看到講一兩個畫布，當然有時我哋係自不量力啦，我都想講老師畫個暗號。你這個有啲想到講，你這個可以去發展出，譬如講，安尼作品呢，如真的用噴漆的方法的一種繪畫的一種搞法。現在人都有組一啲工作室，以後如做教室啊，可以當畫室嘛，可以當展覽空間，嘛可以教人畫圖，教人做手作，如果朝這個方向啦。要如未來安尼規劃，如安尼。嗰時應該已經有一啲工作室睇嘅。嗰時喺邊我慢慢地會開始講你去做創作，我都可以去做出啲作品出來。可是一片我推聽人哋觀眾朋友問一下講，請問一下，畫嘢東西我要填分冇？我都講我要畫個準備冇？譬如講安尼畫上去唔會拗啦，冇得安尼事情。畫安尼。除了我有天分之外，主要我建立信心。你建立信心，你其實有信心，慢慢嘅你得心應手啦。嗰時候喺下班係有安尼教學法，你最主要你會教學生怎麼有信心在畫布上創作。唔用噴漆嘛好，唔用水彩嘛好，主要你會建立一啲技巧本人嚟。要有信心，對這個要有信心。對這個其實唔係講畫，有沒有天分冇咁重要。主要我有一啲信心我想要畫乜嘅，我可以用乜嘅方式，冇一定噴漆啊，有其他輕度方式可以呈現。因為我會感覺到，其實你這個畫嘅東西多，嗰種內容嘅多元。佢多元，雖然講看到佢像一啲燈籠法，但是其實，但還有一啲金魚，結合一啲，冇錯。好，佢創業結伴咯，因為創業沒有條條係一定用嘅作品。也係算萬滿一啲吉祥物啦。萬滿有貓頭鷹嘅棲息地，嗰種係人如貓頭鷹做一啲吉祥物，也如做一啲燈卡，來本人上課用嘅。結合一啲 LED 燈燈片，來設計人嘅卡片。佢當初一做嘅燈卡啦，講我幫你設計出來以後，而大部分係用一挺用嘅一啲發通冇用嘅一啲重合。我哋都用一啲金石堂授課，佢下有金石堂有開班授課，我哋都去做講師啊，還有萬滿圖書館嘛有一啲教室，我嘛喺受邀去搞安尼
欺负卡 LED 卡。哦，算是一个 DIY 一个工厂，等于如果你这个设计的一个DIY 一个图卡，好，比如他给你接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做成一个像前面的一个成品。像样呢，等于如果算是我的一种一囤的一块是用喷漆的那种画图，又已经完全无用，也又变成一个算文创商品一个安尼形式。佢當初我想我去變成也係文創商品的一種發展形式。cái LED 嘅廠商都愛同學嘛，哦，伊都請來合作，伊講係有安尼產品，哦，都唔做嘅，好有安尼燈片的產品。一個這邊的吼，壓了它會發電，壓了會發電，壓入一等公司的產品啦。好，嗰時候都變成講，其實也等於以前的嗰種，會變成一個國泰天池的啦，哈，當天池嗰種東西是完全冇共用。都冇共用，啊，以前呢都那個產品就是 LED 嘛，啊，其他東西都往外去設計安尼。嗰種係都融入完滿的吉祥物安尼去做，而且這邊做好了以後，生意呢一定要算藝術跟科學的結合啦，而且生意呢一定歸好，歸有成就感，哦，而且真的因為呢名好了，真的因為有貢獻吼。但從安尼咯，因為其實我哋從來我看到講，其實唔單止畫圖，其實唔即個嘛有成設計 logo， 有係用嘅一種 logo。如企業嘛，可能某個企業吼，如果往外去做伊個形象設計嘛，形象設計，因為我最近看到攏係真的是在地的一個阿婆的婚櫃，佢用嘅經驗，我常用，比如講，因為其實講，我哋在菜地人吼，佢睇嘅問題就講，菜地嘅產業啦，吼，我哋微型產業佢睇嘅問題就講，啊，我哋每年買東西差唔多都共用，吼，都記名啊，嘅阿婆嘅婚櫃吼，嘅買人嘅米奇木安尼，但是如果唔會想到講，我哋設計出一啲我哋，比如講我哋嘅商業嘅識別標識啦，吼，一啲 logo 安尼東西，當初我想到要搶來是設計安尼嘅，當初你朋友伊喺做緊嘅手工婚櫃嘛，哦，伊都即量嘅圖講嚟看講，我都安尼唔同嚟做 T 恤好冇？我講安尼你原因出家因都好嘅，唔是設計嘅，係啊，伊講啊，唔過安尼很慫咧，吼，啊你唔好看啦，啊你推建議講吼，啊望下人你做一啲形象設計，哦，同阿婆嘅古厝啦，吼，還有手工粉圓嘅絲，軟 QQ 的嘅安尼意象設計出來，吼，嗰種係伊講好，安尼溝通講好，吼，嗰種係你開始推嘅安尼設計。對於人學設計嘅人來講嘅話，唔會因為講係咪怪人咧幾多嘅載體嘅產業地位，其實都受設計也為元素的地位。其實鄉下青島呢，輕厚實的東西，按過冇有形象的東西包裝，啊，嗰時候都很可惜啦。因為伊啊手工分櫃都有專門做團購，啊冇一啲專業的東西包裝嘅話，都社會的價值提嘅。你真係社會的加成吼，因為人都因為講啊，你載體嘅嘛少量的嘛，吼，如果你按你貴載體嘅東西，你價錢都冇辦法綁嘅貴個。聽嘢我本人感覺到講，你如果講咗冇辦法。正因為開的價，它變成一個真正完整的商品的那種感覺。但是問題係從我哋那載體幾多嘅產業嘅人，我講啊，佢又要包裝又要錢，加咩加料啊哈？哦，很可能嘅方向挺難啦。有以上嘅做態一些的話，吼，你嘅企業形象如真重要。哦，嗰時候以前係搶來安尼設計安尼形象。啊，如可以有辦法你做團購，你做國泰一些，吼，我哋你唔咩，你喺菜市場買安尼，我哋可以走向團購啊，吼，哦，你有一個專業度出來，你衛生度出來，都可以做安尼比較接近團購嘅東西。而且人家我記得講，佢 mark 哦，佢 mark 啊，你 mark 個牌嘅，吼，唔好想講啊，阿婆婚櫃，婚櫃可能每個地方嘅菜市場都有，你唔係想去請。每個地方都有榕樹下。係啊，你唔係形象嘛，你形象本身第一時間，哦，
铁的上头分过，可能愈阿婆分过，愈手工分过安尼。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其实以前喺台北啦，其他地方做过些嘛，更加慢慢的把重新塞归落我哋南部嘅。你即刻有想感覺到講喺南部工作嘅感覺有乜嘅特別嘅冇？南部伊個步調夠慢啦，我講係啲設計嘅時節吼，可能你唔係像台北嚟輕腳啊吼，南部你可以比較靜下心來設計安尼嘅東西。不管係畫圖嘛好，設計嘛好，你個心境都冇同樣嘅。南部人對於彩繪藝術的接受程度，更加有慢慢的紅起來，因為網絡的渲染喺那邊都看得到很多安尼大型彩繪啦，安尼渲染之下，你對安尼彩繪接受度都真高嘅。甲未來喏，你對未來有冇個打算？譬如講而家工作室啦，冇你講想要創作樣嘅作品。未來你希望你可以辦展覽啊，做教學，還設計一些課程啊，也如未來工作室想要走向。其實感覺到講，其實你還是要行嗰種創作嘅路線，因為創作上可以辦展覽。我哋去慢慢做腳改嘅賦權嘛。希望你嗰度後生嘅過來創業。冇企業形象嘅話，唔怕我哋你幫助安尼做設計。你等於過來故鄉嘅國土冇同樣，但係至少唔可以用唔對美學嘅嗰種感覺，去聽書嗰度。其實過來你可能也係做棉花棒啦，或者做其他事情，但是有關於美學嘅部分，其實都可以做。都可以搞幫我哋，其實你買嘅包裝啊，他可以互相聽書。係啊。其實睇開幾本嘢之前嘅故事以後，我都發現那個，其實對伊啲美學嘅一種感覺係最基礎嘅，但是創作一條路，唔管行到哪，其實嘛係最重要嘛，係對之前來講，伊一切路係艱辛嚟行嘅。但是最尾如果係講，看種唔愛回到我哋嘅故鄉嘅話，其實眼看一路互相聽書，唔可以去專心做嘢本嘢，但是美學嘅事情你搞本之前。今貴感謝之前來香港分享很多嘢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大家。休息下哦，再聽下你欣賞來，強化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